车批路顶即马伫南部呢是愈摊愈侪啊，就连高雄的火车头也看到这青道顶长咧过车路。农业局配合中央的政策，是有计对明年开始来办课程，训练一般的民众呢，摕到掠青道顶的资格，只要掠到，就有奖金通去摕，希望会当减少青道顶的数量。 车道顶慢慢爬伫马路顶悬，民众车衫伫高雄火车站附近，看到车道顶伫过马路，因为附近有一块真侪杂草的空地，怀疑可能是伊的车地，但其实车道顶更加接出现伫红山溪泽公圳顶溪流的岸边。鬼拢真侪，哇，有足大只来的咧！我感觉是越来越多了，而且越来越大。对，是。它还会从树上掉下来，所以我们过那个树都会先抬头看看。除了溪流周边，美德顶沿海地区的岸边嘛，常常有大量的青道顶。青道顶迫害作物，互农民真困扰。高雄今年已经移除超过6000只的青道顶。农业局除了办说明会，互民众了解青道顶的习性，嘛会伫明年配合林业署开放民众受训移除青道顶的政策，开掠青道顶的训练班。依据中央农业部日前定出的移除政策，民众如果经过训练取得猎人资格，猎捕成功可以获得奖金。所以明年农业局将开设5个班级，预计可以增加100到150个人能够获得资格，共同投入移除的工作。工作人员暗时伫树林内底掠青道顶，过去地方拢是请委外厂商斗掠，但随着青道顶伫南部愈来愈侪，中央决议互地方政府开放民众接受训练了后做伙移除，每只青道顶照体型移除奖金有100，嘛有250块。 透过中央地方合作，将明年移除目标定伫12万只，希望会使更较有效的减少青道顶的数量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